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2，旧历的5月17，礼拜四。后来新闻的头一条，受到这个昨的低东甲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，中环公路台北线757.7公里的所在，下晡是崩山，交通断路，讲要等到明仔载中昼的12点，才会当来抢通。这个台北线关原到天上的路段暂时封起来。目前是敢若会当出来，袂当入去。另外，公路局嘛来表示，4月初3迄届的地震了后，苏花公路的边坡也是真无稳定。为着要来维护着用路人的安全，台九线部分的路段，像河仁到中德、河中到河仁这路段，夜间会来实施着预警性道路封起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